想像一下，你面前有一份功課，聽朝就要交，但你而家就睇緊手機，你心裏面明明急到就快爆炸，但係身體偏偏就係喐唔到。科學家今日要幫你大腦爆炸，原來呢個唔係因為你懶，而係大腦裏面發生緊一場世界大戰。歡迎嚟到大腦爆炸實驗室，仲未訂閱嘅新朋友記得先撳下訂閱支持我哋即刻用心理學解剖你嘅大腦。心理學家發現，我哋嘅大腦裏面其實住咗兩個人，第一個人叫做理性決策者，佢好聰明，知道而家時間緊迫，應該要去做功課。但係大腦裏面仲有第二個人，叫做及時行樂嘅小猴子。呢隻馬騮咩都唔理，佢淨係想而家玩、睇電視同埋食點心。大部分時間呢隻馬騮都會搶走大腦嘅控制權，佢會同你講：功課聽日先寫啦，而家一齊睇手機。結果你就一直咁樣拖延落去。不過呢隻馬騮都有最驚嘅嘢，就係恐慌怪獸。呢隻怪獸平時都喺度瞓覺，只有喺最後限期，亦即係 deadline 快到嘅時候先會甦醒。當恐慌怪獸大叫一聲，馬騮就會即刻嚇到逃跑。呢個時候，理性決策者先可以重新控制大腦，等你喺最後一秒用超人咁快嘅速度將呢份功課做返。想打敗呢隻馬騮，科學家教你一招，將目標拆到非常之小，唔好諗住我要寫完成本暑期作業，淨係諗住我淨係寫5個字就得㗎啦。只要成功呃過大腦裏面嘅馬騮，你就可以即刻行動，咁就唔會再拖延啦。下一集拍咩？我而家已經有幾個超瘋狂嘅冷知識準備緊啦！如果你哋都有想知嘅秘密，亦可以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等我參考下。想睇下一集《大腦爆炸實驗室》會出啲咩神級主題，就一定要先訂閱同埋撳鐘仔留意啦！我哋下集見，拜拜。